呢個戶型簡直係王炸嘅存在啊！我從來未見過咁靚嘅第四代住宅啊！呢個戶型一出現，珠海所有嘅第四代住宅喺個面前咧都變得黯然失色啊！因為單出去呢個露台咧都送咗成30個平方俾你，而且望出去景觀咧就係呢啲咁嘅無遮擋嘅山景同埋水庫嘅景觀，真係好靚！呢啲咁嘅景觀以後都係無遮擋噶啦。過翻嚟咧呢邊仲有10個平方嘅空中花園係送俾你嘅，每日喺呢度咧淋下花望住啲咁靚嘅景觀，真係人生一種享受啊！而且呢個單位咧仲係珠海市中心嘅位置啊！你手頭上有150萬就可以住得上呢啲咁嘅山景大平層啦！而且呢個戶型咧直接得分率去到110%，係做咗5房4個衛生間3個陽台嘅設計啊！住喺呢度你仲有咩煩惱啊？而且呢度單位咧係專梯入戶噶，一入嚟呢邊咧係有2間房嘅，左手邊呢邊係第一間嘅長輩房，連埋個套廁噶啦。再過翻嚟客廳呢度，感受下呢個客廳帶過嚟嘅震撼感啦！足足有成100個平方，望出去就係無遮擋嘅山景同埋水庫景觀，真係好靚啊！去到萬象匯同埋三寶呢啲會員店嘅位置咧，講緊都係10嚟分鐘時間就可以到達啦。休息區呢邊有3間房，每一間房咧個採光咧同埋間隔亦都十分之靚嘅，裝修嘅標準咧亦都好高啊！呢度單位係252個平方，5房4個衛生間嘅設計，真係好靚啊！過翻嚟主人房，哇！呢個主人房真係好似人哋嘅小3房咁大，你睇下呢啲咁嘅空間感幾咁舒服啊！而且入到去咧仲有一個巨大嘅一個衣帽間俾到你啊！你睇下呢咁嘅衣帽間幾咁靚啊！入邊咧仲有個套廁係連埋個浴缸，係雙淋浴間噶。而家你手頭上咧有150萬就可以住得上呢啲咁嘅山景嘅大平層啊！你有興趣嘅下方留言，我俾詳細資料你睇睇。